新年嘅時候咧，親戚一定會問你好多刁鑽嘅問題㗎，令到你無所適從。我哋今日睇下點樣答啦。當有人問起你揾幾多錢一個月嘅時候，你可以將隻手慢慢垂落嚟，大方啲咁樣答。我已經積聚財寶在天上，我已經積聚財寶在天上。Very good。當問完錢又想問你幾時結婚嘅時候，你可以舉起手指住隻錶咁樣答。時候到了就會知道啦，時候到了就會知道啦。當佢哋知道你已經結咗婚，跟住就會問你幾時生仔噶咯喎，咁你就可以一路攤開雙手一路答。聖經話我要生養眾多，聖經話我要生養眾多。如果你見到佢哋個樣唔太滿意嘅話，可以攤開啲雙手，表示嗰個範圍。聖經話生養眾多且遍滿全地，聖經話生養眾多且遍滿全地。其實新年都想大家做下運動啫。花浸祝大家以馬內利，馬上蒙福，恭喜恭喜！